嚟緊呢一粒天珠虎牙珠白玉，虎牙天珠本身驅散人哋對你嘅惡意，攻擊惡意小人，好多負面嘅情緒、負面嘅影響化解咗佢。但係老虎亦都有個吞食之力，佢化解咗之後，佢亦都可以壯大翻自己。呢個就係話有翻嗰個 feedback， 有嗰個回饋翻嚟嘅過程，比你就咁打散佢更加厲害。佢品相係高嘅，年代感亦都好重，攞上手其實你都會 feel 到嗰個歷史感覺，個靈性會好好多嘅。我哋用天珠咧，你其實係要接引天地之力。水晶我哋用嘅就係水晶本身嘅力，同你之間嘅一個互動。嗱，我哋使用上，其實係用天珠去到接引天地之力俾自己嘅。